收睇我撐港超聯精華節目。Hello， 我係 Nicole。2025-26年度嘅港超聯賽事已經圓滿結束啦。今日我嚟到足球明星頒獎禮，同大家一齊見證住今個賽季嘅完美句號。除咗頒獎禮嘅精華片段之外，我仲會帶大家重溫翻足總杯決賽大埔捧杯嘅一刻。即刻去片！冠忠巴士60週年足總杯嘅決賽比賽喺旺角大球場度踢㗎，由大埔對住東區區隊打比嚟㗎。咁所以見到今日咧都非常之多球迷入場啊！東區就會着起佢哋嘅紅色波衫啦。見到賽前啊，堅 Sir 咧神情都幾輕鬆㗎。雙方隊長亦都帶隊進場啦。大埔嘅隊長就係伊高，東區嘅隊長就係艾里奧啊。賽前幾招咧，兩位都話唔會留手㗎啦，即使以往做過隊友啊。亦都見到東區嘅主教練吳偉超啦，成軍第一年咧已經帶到球隊入到足總杯決賽，絕對唔簡單㗎。率先嚟料係大埔啊，沈善今日踢個正選右翼嘅位置，射穿咗幾個㗎啦，最後就中柱啊，爭少少咧可以開波早段就先開紀錄㗎啦。之後到大埔嘅角球攻勢，咁啊幾下角球都好有心思㗎。呢下門前咧就改變咗個方向，最後個波中楣㗎，爭少少就收死保羅㗎啦。見到馬高斯山道士門前就加咗腳㗎。之後死球攻勢，衝到埋後柱，加比爾將個波撞到去尾柱，陳少君伏兵遠處一撞入網。上半場開個波大約3個字到嘅啫，已經可以先開紀錄啦。今場沃拉菲利係踢個正前鋒嘅角色㗎。賽前大埔有盧卡斯啦，同埋添姆高夫斯基已經離咗隊㗎啦，所以菲利咧就要客串踢呢個中鋒，效果幾唔錯喎。經常有同大家講啦，定啲，踢決賽咧最緊要係淡定，有錢剩啊！咁但係呢度咧，大埔有個失誤，李奧一路擸住個波，同翁家希本身有個2打3，大下越帶越慢，最後自己左腳一射更加係軟弱無力，唔中目標添，浪費咗一個咧好好嘅反擊機會。大埔今日咧繼續係用盧少奇踢正選㗎，之後去到左路繼續有攻勢啦，帶到埋嚟一個 cutback， 帕特華維迪嘅射門過唔到第一關，唔緊要啦，又係佢啊，陳少君。上半場補時階段㗎啦，47分鐘㗎啦已經，門前執雞成功啊！首先伊高攞第一下攞得好靚啊，一攞已經過埋羅潤豪㗎啦。之後帕特華維迪嘅射門過唔到艾利奧護空門成功㗎啦，但係過到初一就過唔到15啦。菲利伏兵遠處，又係再一次執雞成功啊！如果齋睇上半場呢，相信大家會覺得哇，大埔應該坐定粒六㗎咯喎，堅 Sir 半場亦都幾輕鬆，玩下水添啊！半場嘅時間咧，東區就換入咗楊卓君㗎，入替咗何家志，入到嚟咧幾有表現㗎。呢下爆啊，韋法頓咧本身爆唔成㗎啦，韋法頓就一路食住個位，有少少掹衫㗎呢度楊卓君，但係球證冇吹罰喎，佢揾到安迪第一時間射門咧就過唔到盧少奇啦。呢下掹得幾明顯㗎，咁但係旁證冇事啦，球證亦都冇吹罰，安迪就有理冇理做個射門先啦。盧少奇呢下撲救咧亦都係非常之高水準。之後到華倫天奴啦。一個 cutback 揾到安迪，但係今次射門咧，可惜啲人撻咗 Q 啊！嚟到下半場咧，東區係明顯加快咗個進攻節奏㗎，見到佢哋攻勢多咗啦，射門亦都多咗，咁但係咧就失住交臂啦幾下都。之後有不愉快事件啦，大埔呢邊伊高唔好彩啊，落地之後咧就整親右邊嘅膊頭，要由寶蓮路入替㗎。之後東區嘅角球。出到埋嚟中間嘅位置，有個混戰產生咗嘅，咁啊有球員示意為手球喎咁樣，咁球證咧係俾比賽繼續咗先，然後吹停咗去 VAR 咧嗰度去 check 嘅，咁啊 check 咩咧？到底邊個手球咧？咁樣最後 check 翻啦，原來呢度揼到埋嚟咧就大埔應該係費蘭道啊，有個手球，最後咧就吹罰12碼。賽事尾段㗎啦，華倫天奴射翻自己左手邊入網啦，時間係88分鐘。下半場嘅補時咧係有成10分鐘咁多㗎，即係對東區嚟講咧係好多時間可以追㗎。咁球迷都一鼓作氣啦，不斷鼓勵球隊繼續攻。呢度盧少奇同加比有下誤會，華倫天奴對住個空門過唔到杜國良啊，後備入到嚟做英雄啊！杜國良呢一下養傷咗大半季㗎啦，最緊要嘅一腳啊，可以話呢一下真係救翻球隊一命啊！因為加比同盧少奇嗰下誤會咧都幾大誤會嚟㗎，大家見到經常問仲有幾耐？保持10分鐘點解好似10年咁耐㗎？嚟到尾段不斷用高波啦，東區 set 翻過嚟，李奧咧射門亦都係唔中目標。跟住大埔有個反擊㗎，保連奴推到入禁區，避過埋保羅，跟住倒地之後咧就判咗12碼啦。經常話掂啦，臨尾又問個12碼，就應該冇乜問題啦啩？球證咧又話要睇 VAR 啊！咁睇完 VAR 咧，發覺虛驚一場啫。對大埔嘅球迷嚟講，睇完之後咧，佢照舊判12碼㗎。
冇推翻到自己嘅判決。保羅就當然唔同意啦，12碼由馬高斯山道士去處理，射中咗條尾啊，就慘啲啦。本身咧可以令到場波提早放入雪櫃噶啦，去到3-1的話，但係去到2-1咧，令到一眾管理層哇都非常之可惜啊！見到，但係最終有驚無險，又到終點，大埔咧就成功成為咗今季咧本地杯賽嘅雙冠王啦。本身已經有高級咗銀牌喺佢哋嘅袋入邊噶啦，而家攞埋足總杯咧，亦都成功令佢哋可以再次獲得亞洲賽嘅資格。費蘭道就梗係感謝主啦。米法頓今日表現亦都非常之唔錯，當然英雄就有佢哋兩位啦，盧少琪、杜國良。賽後咧，無論就係見到一眾外援球員都攬攬啦，亦都有啲男兒淚擠咗出嚟啦。陳肇鈞亦都獲得今場波嘅最佳球員。最終今季冠忠巴士60週年足總杯嘅冠軍係大埔。本地足球壇一年一度盛事2025-26年度香港足球明星選舉頒獎典禮係啱啱過去嘅星期日晚喺灣仔會議展覽中心隆重舉行。當中最令人關注嘅足球先生最後3強分別為高力北區射手格蘭特、傑志前西班牙國腳中場伊拿拉文迪同埋李文前烏茲別克國腳中堅杜素諾夫。最後足球先生由曾經效力皇家蘇斯達同埋皇家馬德里嘅伊拿拉文迪奪得，首季嚟香港落班就獲得呢項殊榮。最佳教練卡迪朗，最佳教練就由今季接教傑志成功提前4週重奪港超冠軍嘅卡迪朗當選。恭喜晒當晚咁多位得獎者 ，Congratulations！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Felicitaciones! Parabéns！今集時間又差唔多啦，大家記得 follow 我撐本地波 Facebook、IG 之外，仲要記得 subscribe 我撐本地波 YouTube channel啊！下個球季我哋有機會再見，拜拜。